提起刀仔破开地窗仔，台南市仁德区农会员工康家政班的宝宝妈妈发挥爱心，甲因角仔一点一点累积，捐予北家扶中心。总干事顶人嘛他价捐出10000块红包137包，金额加起来有377926块。拢要捐予咱这迄个北家扶中心哦，互这个囡仔以后要好顾主要吼，互因会当赞助因的学费安尼吼。尤其今仔日吼，阮仁德农会也有办着咱家政班吼4件吼，甲青龙吼，甲迄个这迄个义卖吼，要来互咱所义卖拢要互咱这迄个北教育中心这囡仔学费。我们今天的义卖有青龙的多肉植物的义卖，还有我们那个新住民的他们的料理。仁德农会家政班、高龄班4件会利用自身专长，摆达义卖做公益。这19天以来的爱心捐款已经高达304万，相当无简单。另外，伫即天嘛结合幸福农村教育成果展，呈现高龄者生活改善的成就，以及提供在地自产优质农产品的小农奇迹。今天卖得很好，因为这个他们都有吃到好吃这个高丽菜，很尖头，很高山，真嫩，真甜，真香。连续3天办理市集，用地产地销的模式，帮助青农以及在地小农掌握家己的通路，让消费者买到新鲜的蔬果，带动仁德农村生机甲活力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